是咱嘴唇应该结的果子。所以定定少念上帝恩典，咱会当健康平安，咱会当一日三顿通食，咱会当伫生活内底拄着困难有主的倚靠，咱会当伫逐项的事工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为着所有一切，咱会当想会到的恩典，咱就是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赐阮伫阮的心上，伫你所予阮的日子内面，阮三甲做伙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仰望你，伫每一日扶持阮感谢你，因为你是疼痛的主，你是照顾的主，你伫你家己恩典的祝福内面，亲自看顾、保守、帮衬。当阮今仔日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是因为上帝你的疼丰富的赏赐，你安尼应允阮，阮会当学乐进入你的院，就轻声进入上帝你的殿中，用阮嘴唇的声，用阮的心，用阮的灵，用阮的魂，用阮的人，同齐来学乐来敬拜。主，这是你所赐福的，阮感谢主，兄弟姊妹通三甲做伙，伫这个日子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才亲像你所甲阮讲的。你所赐福阮的，所以阮的主，阮的上帝，原来伫阮有选择的时阵，阮会通顺探上帝你的疼，阮会通伫这个时刻，阮甲家己奉献予主。伫每一个日子，有上帝你引带阮，伫这个日子，阮有这款的福分，会通入到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光。主，阮所以为这来感谢你也过去到伫如今，亲自看顾赐福。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做阮的病痛有主上帝你的保护、引带、医治；做阮的日子有上帝你的祝福、照顾、驾驶。你伫阮的身上何等大的恩典！阮为这一切的丰富来感谢伫主你的面前。阮颂赞阿乐归乎你，感谢主，你赦免阮隆重的罪过，医治阮一切的疾病。互阮通过时间的经过，对上帝的认捌，哪来哪深，哪来哪水，哪来哪好。同心伫主的面前，为着阮众兄弟姊妹，为着阮逐人的家庭，伫耶和华上帝你的面前蒙恩，做阮感谢而乐，祈祷奉献，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伫主的面前，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咱今仔日也欢迎这个台东中平长老教会牧师，伊今仔日伊的同工同齐来咱教会看牧，并且要伫当中三甲做伙来预备。咱也为这个代志来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伫中平长老教会，互上帝的疼丰丰富富充满伫因所牧养的、因所经营伫主上帝所领受的产业。开声来感谢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伫你的疼痛甲照顾下面，阮今日同齐伫主的殿中，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一直拢伫地。阮为着今仔日中平教会伫主你的疼内面，阮感谢主，互安乐圣教会3甲有份伫这个教会的建堂。主啊，阮要感谢你，要学了你。要将上赞拢归乎你，因为你的信息直到万代，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人会当为你起什么款的殿呢？主总是因着你的疼，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三甲做伙起造这个圣殿，是为着要见证主的名，是为要得祝福这土地的百姓，是为着要甲上帝你三甲有组织的所在。主啊，当然阮知影。无论伫任何倒一个所在，拢是阮甲上帝你组织的所在，总是为着你名的缘故，阮三甲做伙连结，伫这个时代来向百姓见证，耶和华上帝对阮是何等大的疼痛，佮会当通过这个建筑物来向着土地讲话，向着百姓见证，并且也伫主你的内面来，互主你来欢喜。主你接纳阮的奉献，也你纪念严牧师以及所有因正当工齐心的努力，伫
伫主你的厅内底，甲主你三同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中滨教会严婉玲牧师今仔日莅临本会正道，并分享教会建堂事工。愿上帝祝福严牧师甲着中滨教会兄弟侍奉得力，心灵健壮。咱用掌声来感谢着中滨教会严牧师吼，甲着伊。第二，参加7月21至7月23信徒灵修会的兄弟，今仔日午餐敬请助理，并且伫中昼12点半以前伫教会完成集合。因为路途遥远，恳请尽力协助，以利准时出发。第三，7月28下晡，7月28。下礼拜日下晡2点半至4点半，伫台南圣教会举行台南400年教区大团圆感恩礼拜。会后前往神田日本料理自餐，请有登记参加的兄弟注意时间出席，并鼓励穿着教会制服参加。第四，先前有订教会制服的兄弟，对今仔日起开始领取，每一领350块，请伫崇拜后至交代到找卫贞节甲着宜兰节领取并缴费。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二请敬拜团。大家平安，平安，啊！伫线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的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全地的主，所以咱得用一个恭敬敬虔的心来吟唱讲：现在，现在，现在，咱的心要来尊重伊，来敬拜伊。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吉祥我的主。现在，现在，我心恳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吉祥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吉祥我的主人在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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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吉祥。咱
做伙尽力伫主的面前，用虔诚尽力伫伊面前。咱侍奉的上帝是献给的，所以咱得用虔诚献给来到伊的面前，请咱起立来吟三拜。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诚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果，只想我的主。现在，我心恳诚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果，只想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诚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果。只想我的主，只想我的主，只想我的主，只想的主。只想我的主，咱欢喜来到伊面前，感谢伊的疼痛怜悯，领出来，哈利路亚。或是真美，或是跳跳，咱拢要甲继续来对咱的主来唱歌。咱首先用拍谱仔来。对主唱，咱先来，咱先来摇一个，先无唱哦。
来感谢基督开车，哈利路亚，感谢你。好，咱要对唱新歌，听这咱用声来感谢伊，且咱开嘴来祈祷。好，主啊，感谢你，享受我的健康的身体心灵。会当坐伫上帝殿中，来到你面前欢喜佮感谢，来到你面前敬虔服侍，要来聆听你的话，要来聆听你的话，要伫你面前来学习你所有对阮的教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开阮的心跳，主你开阮的心跳。哦，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咱着对准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就算听唐诗歌，学乐主为你心痛着，将主奇妙创造，其实日头甲大海，你看着最适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一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表现信心甲拼。哎，一切就这万物，现在相处也未开，然后的主演戏，为艺术和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一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我起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上帝看到咱的热情，看到咱对伊迄个欢喜的心，咱上帝心满意啊满足。哈利路亚，伊是上帝。昨日、今日、今仔日，直到永远，拢是同款的上帝。因为这款的听，互咱心何等的稳当，何等的稳妥。哈利路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那里今日的高原，你都不改变，谁是何等荣耀，救赎我。安慰
万地的上帝，所以咱若什么代志，咱得听候伊，亲像过暝的听候天光。我被专心听候耶和华，要被主心永梦里，来告主喜温饱着情，看着灵的稳定高我有。这位来点头啊！我被专心听候耶和华。我要迎来天后耶和华，亲像光的天地。
你在西安乐意的主爱。天父上帝，阮徛伫你的面前，伫你所赏赐神圣的日子，阮用敬虔甲感恩，伫你面前奉献你所赏赐予阮的。祝你堪接受一切上赞恶乐甲荣光，唯愿阮所奉献的，归伫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来接纳。并照着你的信息主爱，你的怜悯甲听痛，继续引带阮，亲爱的圣灵，怜悯阮，引带阮，听惜阮，互阮进入伫你真理丰盛自由的内面。阮上赞恶乐荣光拢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车仔，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继续来用上帝话启应。我爱耶和华，因为伊听了我的声音，甲我的恳求。伊既阮我阿耳，我一生要求告伊。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咱的上帝用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憨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伊救了我。我的心啊，伊愿爱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孝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目睭，免了流目屎；救我的脚，免了绊倒。我靠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救恩呢？我要拿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用感恩做者献予你，搁要求告耶和华的名。阿门。弟兄兄弟，请咱献开周报第4面，谢谢。咱同齐献开周报第4面，咱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记载伫尼希米，咱三甲做伙同齐做来上读。周报第4面尼希米经文的节录，咱同齐来上读，请。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舍西王20年基属6月，我伫苏珊城的宫中，迄时我有一个兄弟汉尼娜。当着几个人对犹大来，我问因遐受掠归回、村落逃脱的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光景。因对我讲：遐受掠归回村落的人，
伫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互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落来哭，悲哀归日。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者祈祷讲：耶和华天顶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听你修理改命的人羞辱是自爱，愿你拍开目睭看，耳耳听。你仆人日暝伫你面前为你正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阮以色列人你所犯的罪。我甲我爸家拢有罪了，阮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无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讲：恁若犯罪，我就甲恁分散伫万民中；但恁若归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恁受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要对遐尼将恁召集转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这拢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甲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耳耳听你仆人的祈祷，甲喜爱敬畏你名正仆人的祈祷。互你仆人现今行通，伫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纠正的。王问我讲：你要求什么？对安尼，我觅到天顶的上帝。我对王讲：仆人若伫王眼前蒙恩，王若欢喜，就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迄个城去。我通定心建造，各使吊书通知管理王园拿的阿萨，互伊互我幕僚做属殿影楼的门的怀娘甲城墙。我家己的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甲用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遐里，将王的诏书交代互因。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赐阮的上帝，阮切切恳求仰望你，亲自因着你的疼痛甲祝福，因着圣灵的运行甲感动，互阮会通真明白上帝你的话语，引带阮。互阮伫上帝你的欢喜内面，甲你相同行，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三甲做伙伫众教会的需要内面，咱三甲有这份的祝福甲疼痛，咱会当同齐为着众教会的需要，同心来努力，同心来关心。今仔日真欢喜中滨长老教会严婉玲牧师来到咱当中，为着中滨教会的建堂甲需要，因来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咱分享上帝伫因心中的异象甲感动。所以咱特别将下面的时间来到严婉玲牧师，咱拍拍来甲欢迎。真感谢上帝，互我今仔日会当来到伫遮，这真正是上帝大大的恩典吼。因为我家己毋是长老教会，结果我家己是长老教会，毋是县教会因为廖牧师和师母伫我2009年伫穆约翰聚会内面拄着因为迄个时阵就开始做伙有机会做伙祈祷，因就直直足照顾我，疼惜我我2014年毕业，南神毕业了抽签派去到台东吼。伫这个特别将近10年这个期间，若有拄着吼哇，师母还是很爱我，很热情吼我要甲大家恭喜跟感谢上帝是，头拄我参加咱的
敬拜的时阵，我感觉真感恩吼，因为我行过袂少教会吼，去实习也好，还是吼以前的，我感觉咱安乐圣教会真正足有上帝的疼痛吼，互咱的师母伫音乐顶面会当带咱做真自由的敬拜吼，这实在是咱的福气，特别是用台语吼，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吼。所以我感觉咱安乐圣教会的兄弟是足有福气的。我毋知你家己感觉安怎，我感觉恁足有福气的。我更较感谢上帝，是因为牧师甲师母的疼惜吼，因知影我伫迄个偏乡搁偏乡的所在，家己一个吼，一直听到讲阮要建堂吼，哎哟，其实因一定想讲，你这戆查某囡仔，你毋知影建堂遐尼麻烦吗？恁遐人遐尼少吼，阮住伙敢若20几个，而且拢是老人，毋是老人的囡仔吼。你实在头壳毋知想啥，毋过迄是上帝真奇妙的作为吼。阮有土地纠纷，有侪的困难吼。毋过我感觉伫即个过程中间，拢是咧经历上帝。自2014年我被派去到长滨教会到即马，我所经历的上帝就是我咧想啥，上帝就甲啥物物件摕来互我，我还袂开喙。上帝就甲资源摕来互我。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通讲真济。我要针对教会拄着土地的困境，阮受过吼。这真正是误会吼。毋过这嘛无法度，因为航照图画星咧测量和人工的测量。就是无共款吼，所以阮的纠纷就是因为安遮来，古早这是合法的吼，阮的界线和阮的隔壁是合法的，毋过为请伊一照落来，讲阮侵占着人的土地安尼，伊就开始甲阮告吼，直直讲咱来和解啦，甲你买啦吼，伊讲好啊，我会当买你啊，毋过安那，伊迄是农地，伊要用建地买阮吼。哇，这是天价，阮根本就买袂起，嘛无迄种行情吼。毋过就是伫这个中间，阮就经历上帝。这嘛是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尼希米的第1章诚侪，阮教会突破这个土地的困境的一个真好的引带吼，嘛要甲大家兄弟来做伙分享的，因为咱的性命、咱的生活中，拢会拄着困境。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回应，这是非常重要。麻烦下一张吼。好，来，咱来看吼。因为困境，咱是要坐伫遐来埋怨。来消灭来互相指责，也是咱要因为一个困境，咱开始有一个异象来领受来参与伫上帝的作为的内面呢？咱是要安怎？迄完全是看咱有啥物款的观点，咱看咱有啥物款的角度甲眼光来看咱的困境。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伊遮就讲着讲，哇！这尼希米伊伫迄王宫的内面，哇！伊就听着人讲，哇！伊的故乡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受着毁坏，哇！伊听着遮啥物互火烧，还是啥物？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感受？迄若是你，假如讲你已经去到美国啊，你伫遐嘛有真好的生活。结果你就听到讲，哇！像我之前4月3号，哇！花莲的大地震，也是台南有啥物代志发生，哇！结果哇，规个台南市乱糟糟，也是花莲市乱糟糟台东，我住喺中滨，哇！厝拢倒了了。我毋知影你若住伫美国的时阵，你听到你的故乡发生遮个代志的时候，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佮敢若亲像我甲阮中滨出去的遐长滨桥吼，我讲你听到教会有这个需要，哇，去用告，你有啥物款的反应？共款兄弟，我要请问你，你若伫迄个真舒适的所在咧住，
然后你听到你的故乡，还是你的厝、你的后头厝有发生代志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反应？吼，尼希米互咱看到伊的反应，伊就是非常的艰苦。然后安那，伊就开始想讲，我要来做啥物？来，麻烦，因为我们要简报器哦，来再往下，这个经文我们读过，再往下。好，我即马特别来甲大家介绍。中平教会有客观甲主观的困境吼，咱所看到这个台东吼，咱拢知影伊是伫东部的南边嘛吼，然后长滨伫啥物所在呢？伫海线，伫海线的啥物所在？咱来甲看，我为迄台东的上北迄边吼，我就用一个箭头甲你比，迄叫做长滨啦。那长滨我的教会伫啥物所在呢？伊个伫这个长滨乡吼。谢谢，好，谢谢。伊伫这个长滨乡，哦，伊的所在长滨村，这就是教会的所在。所以，阮有即几个村，毋过即几个村内面拢是原住民，吼阮这个村长滨村是较特别的，伊是后汉人、荷兰人、平埔族，啥物族拢混在那里吼。伊。这个所在长滨村嘛是什么乡公所啊，什么警察局啦、卫生所，拢伫这个所在吼。所以算起来，长滨教会是算起来是较热闹的所在吼。伫阮迄个村内面，竟然阁有2个超商哦，便利超商吼。你阁要去便利超商，就爱开车半点钟吼。你就知影讲，迄是偌尼困境的所在吼。伊有啥物个？而且客观的困境是啥？无火车头啊。嘛无高速公路，吼，所以就是你若要来找我会使，我就甲你讲，你要坐火车，坐到玉里，然后那搬车搬客运的，然后搬客运的爱搁搬迄个海线的客运的，才会当来到阮的教会。所以你会看伊客观的困境是遮尔客观吼，而且伊个客观的困境是啥？哇，无属龙，无迄个属龙工商的，有的拢是开怪手的，也是咧挂草的迄种做零工的会友吼。其他的属龙工商拢伫对，叫做伫遮原住民的教会，吼，啥物长光啦，啥物拢伫这其他迄原住民的教会，无伫阮的内面吼。所以这是长滨教会，我所去的教会吼，所以当我受派去到这个教会的时阵，我拢咧想，主耶稣，你爱我来踮遮创啥物会，我嘛毋知影，因为这老人吼，我嘛毋知要安怎带因吼囡仔陪读班，我嘛毋知要安怎带，哇，全部迄是完全你无法度想象的，因为因的爸母根本都无伫你的身躯边，吼反正就是在一种你感觉是安那这个世界。是安那伫台湾，阁有人安尼对待囡仔，是安那连咱感觉最基本的爱好食、好饱、穿好烧，这个囡仔拢无。所以我所踮的所在，就是伫即种光景的内面。这个时阵我要安那，所以这个时阵我只有祈祷，吼，而且阁有一个更较困境的，就是自这个教会开始设立，你甲看。伊换过遐尼济的传教者，这对一个教会来讲非常非常的无好吼。就敢若亲像用一个比喻，就是迄婴啊，吼，你若定一个月、逐个月拢咧甲换保姆，你感觉迄个囡仔敢会当足完全的来长大？袂，伊绝对有济的欠缺吼。所以伫即间教会内面嘛是安尼，因为传教者迄个所在真正足偏远的吼，所以。定传教者，有的是半年，有的就1年，互总会派去了，就随写申请书，要换教会安尼吼。所以这个教会困境吼是非常的济吼。这个头拄仔咱所看到的吼，这就是后壁教会紧邻那个11号海线11号的时阵。阮去用过讲，阮亲照人土地的迄个后面的所在吼，毋过感谢主，即马官司已经拍完啊，吼土地阮就毋免拆厝行人吼，无本来伊叫阮一定爱拆吼，这嘛是安怎？阮有需要爱登记的原因吼。即马这个困境，这是教会的头前入口的所在，一条仔囝尔吼，
结果52个人共有吼。所以教会无见主线，你要去嘛，无法度通去吼。所以这是咱爱带倒的。所以这个教会有侪困境吼啊，祈祷会当启动啊，会当互咱有异象，毋是看到困境，咱就好啊放弃，实在太难了。这个教会实在有够客观的环境遐尼歹选啊！阮阿爸、阮阿母迄阵因伫高雄。搁伫咧时阵，拢定定甲我讲，我来高雄，甲你找一间教会吼。啊，上帝也无叫我走啊，我是上帝的萝卜，都毋是阮阿爸、阮阿母的萝卜啊。我拢毋知要安怎回吼。结果尾啊，因看我拢无回，因就知影讲啊，这无效，莫甲我讲啊。所以对2014年到即嘛吼，已经10年啊吼，就在那边吼。毋过我真正相信上帝要做的代志吼，祈祷会当互咱来进入上帝的作为，甲伊的信仰基础内面吼。好，咱来看尼希米伊的祈祷，安怎吼成就上帝的心意，佮安怎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咱看拄仔咱所读到第4节，吼，尼希米伊听到讲哇，伊的故乡真凄惨的时阵，伊就坐落来哭，然后悲哀，然后安那甲天顶的上帝安那敬谢祈祷。所以，咱真正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毋免阁怨东怨西，毋免阁骂东骂西，也是讲啊，拢嘛你啊啥，拢毋免讲啊吼。咱就是坐落来祈祷啊，坐落来敬谢祈祷来甲上帝讲，而且安那，而且真正就进入到上帝的心意内面，吼，就去为着上帝的圣城，伊知影耶路撒冷是上帝所拣选的，吼，所以伊就安那开始。来祈祷，而且啊，伊祈祷的时阵，就敢若亲像咱头拄仔敬拜俄勒，哇，哪开始哇，拢是俄勒上帝，伊就开始俄勒上帝，伊就讲天顶的上帝啊，至大通惊的上帝啊，守约行真爱，伫听伊佮存叹伊的改名的。所以尼希米伊对上帝有非常大、有非常深的认识，伊知影这个上帝是大。佮通行为的上帝，毋是迄个无反应的生命。伊知影这个上帝是真通行遐，而且伊个明白到，这个上帝是叫做守约行真爱。吼，守什么约？守听伊、尊叹伊改变的人，伊甲伊守约，而且若行真爱，伊知影，伊含。什么人立约？什么人有守这个约的时阵，伊就要行真爱伫因的心上。你讲，尼希米安那听上帝有啊？伊看到上帝的圣城，看到伊的故乡受到火烧、受到吞大的时阵，伊是有感觉、有反应的，是听上帝所听啊，烦恼上帝所烦恼的。特别是咱问咱家己吼，今仔咱今仔日若听到咱教会有发生啥物代志，你有啥物款的心情？若听到迄种歹的代志发生伫咱的教会，也是讲哇，你听到教会哇有啥物人吼啊伫外口做啥物代志，无好代志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反应？还是你感觉迄甲我无关？吼？安尼你就甲上帝无听共阵营，你没有听无听上帝啊，因为教会是耶稣的会所建立的嘛，啊，所以一定是上帝所听，所以上帝所听有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应该是和上帝安那徛共款的角度，我嘛开始烦恼，我嘛开始来要替这个教会来做啥物来帮咱。所以咱对上帝讲有反应、有感觉无？咱听上帝到什么款的程度，完全看咱听教会的程度。真正，咱也有伫意伫教会的代志，咱也有伫意上帝的国有阳光无？上帝的国有人传扬无？这就是安那，咱咧听上帝的反应。所以咱。听上帝的程度，嘛会决定咱祈祷的困难。所以而且
咱来看伊第6节甲第7节的时阵，吼，这尼希米足够记得的吼，伊先讹了上帝，讹了伊知影呐，有罪的人袂当挖滚上帝，伊就先来到上帝面前安那认罪，而且伊认的罪吼，这是上帝上爱的一种的认罪，就是我无拜偶像，毋过我着替这厝边隔壁安那。就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代表我的厝边，我代表阮住遮附近的人，我就来遮甲上帝讲，主啊，你赦免我，我毋捌你。吼，我咧拜偶像，吼，求你互我有认罪悔改稳定。尼希米伊所做的祈祷就是安尼，伊就来到上帝面前讲啊，阮得罪你啦，我甲我的爸吼拢有罪啊。其实伊哪有罪？伊遐尼疼上帝，吼无啊，伊无罪。毋过安那，伊知影这个罪若无认吼，上帝吼也是无法度通来怜悯以色列百姓，所以伊就来到上帝面前，甲即种无人认的罪安那打起来，来认这个罪，敢若亲像耶稣共款。伊看到咱阁是罪人的时阵，伊就担咱的罪。来到阿爸爸上帝，而且为着咱的罪来受死，吼！所以毋望咱买当进入到安尼的坎站，替济的罪人来到上帝面前，吼，来认罪。好，来，我即下特别甲大家报告，吼，本来这个19病尔，吼啊。这敢若咱若19病，其实伫咧农地也无啥物啊，吼，一病5000块，吼，啊，结果伊个无爱吼，啊，尾啊，因为即了仔19病吼，阮就开始祈祷吼，祈祷到啥物程度，阮就去到阮所知影的，若有迄种土地纠纷啊，还是讲侵占土地，阮若知影倒一户倒一个土地，安尼，阮就去到迄个所在。然后，阮做认同性的悔改，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贪婪，阮的小贪，哇，阮就要安尼讲，下人的土地，吼，甚至你可能毋捌听过，因有迄种原住民保留地，吼，就是先占的先赢啦，吼，我先看到，我先种土豆，我先种啥物，我种落，安尼迄就是安那，迄个地就是安那，哇的原住民保留地，安尼有好无？哇，有够赞的，对毋对？毋过伊。隔壁看到有够受气的，伊较会当先种土豆。好，你要收成啊吼，好，我就所谓，我开始知影你种，我就开始安那盐入去你的土。你讲上帝有介意安尼无？无啊，土地受到污染、罪啊，这种贪婪、这种纷争，好，阮知影，阮嘛继续安那去做认罪祈祷。好，因为阮家己的土地。去互告，所以阮就开始，上帝就提醒阮，开始爱为这个土地所有得罪上帝，开始爱去认罪，吼，所以阮就开始安尼去认罪。所以尾啊，吼，到尾啊，这个阁是新约技术。什么叫做新约技术？伊真正讲爱阮拆，法院嘛讲对，迄人的地恁就是爱拆行人，结果伊去找人要来拆吼，人拢毋敢拆。伊讲。拆教会敢若拆庙呢，迄拢有神呢，吼！你要拆你家己去拆，我较无爱甲你拆，所以迄地主找无人甲阮拆，感谢俄罗斯，所以阮毋免拆吼。无本来阮搁咧烦恼讲，哇，到真正拆落，变数要伫底啊，啥，哇，很多啊，毋过上帝就真奇妙，啊，伊尾讲，买恁啦，56万吼，其实这是天价，真正足贵的，那农地啊，吼，可是无法度啊，就卖吼，互阮。好来，搁来，尼希米搁有一个真牛的步数，伊叫做伊祈祷的时阵拢无用家己的话，伊拢用上帝的话吼。伫即段我就无要搁详细读吼，其实迄就是咱即马足流行的叫做啥导读嘛，吼。所以你为即节圣经节伫第8节到第10节吼，你会当伫申命记的第4章27节，还是第8章64节遐，你拢会当看到遮的经文，吼。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嘛自2018年吼，
我就开始带教会的兄弟，阮除了拜二到拜五，逐透早6点半，阮伫教会有祈祷，我拢会读一章的圣经节，而且一章内面做解说了，阮就开始祈祷，也是礼拜日也是暗时，阮嘛有晚祷就是拢开始锻炼遮个兄弟，开始爱用圣经节来祈祷这是阮所做然后呢，咱阁会当看到尼希米伊用伊的性命来祈祷伊就讲恳求你互我会当会当伫即个人面前得到恩典。伊就是甲上帝讲我等下我要去甲即个王讲话即个王是世界上上歹的王你着爱帮助我，互我袂抬头其实伊迄阵足危险的，伊是一个做酒政的就是替王啉酒啉看这酒有毒无因为伊进前迄个酒政拄发生一样代志，就是伊毒死前迄个王所以其实伊的位置来讲，其实这介危险毋过伊就勇敢去做好，咱就来看，而且到11的时阵，伊讲你着爱，伊阁一摆阁讲，伊讲你着爱听听我的祈祷我是敬畏你的名的人所以你着爱听我祈祷哇，当伊安尼祈祷的时阵，伊祈祷了，伊就有行动呢。伊竟然祈祷了，竟然去甲王讲我想要转来故乡，而且我毋是干那要转去故乡尔，你爱阁互我钱，阁互我人我要转来故乡，要起做教会，起做圣殿，起做城墙的工程结果无想到，上帝真正就照安尼应允伊互伊的王就讲好，我准你。哇，这真奇妙所以兄弟，咱的祈祷真正会有神迹奇事。当咱照着上帝心意来祈祷的时阵，上帝真正会安尼来成就。所以我嘛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伫我这几年10年伫中平教会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咱即马看到的这穿青色的衫，因迄就是高雄应用大学观光系大学生因伫2015年因讲伊要为花莲台东要骑卡车然后因就咧找看因会当安怎帮助迄所在的人竟然就找来阮长滨教会咱会当看到因后壁的一个厝，这就是阮所要改建的圣殿的所在哇！因就讲迄个时阵，迄个壁是白伊就讲阮要来画这片壁，你知影偌趣味无？伫因来找我的进前差不多几个月阮教会长老就甲我讲，牧师，恁查某囝是迄北艺大的你会当拜托伊找一寡大学生来甲咱画这片壁无我讲好毋过阮查某囝根本就咱拢知影，人讲消费的食气碗。根本阮查某囝根本就无用插我哇！结果真奇妙的，上帝知影我有需要，伊就安那高雄应用大学少年家就来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讲阮拄要去迄陪读班的教室，来你帮我摒扫，搁清这个图书。伊讲这片壁阮想煞要甲你彩绘我讲好感谢上帝你看，这是真正天降神兵个来哇！然后咱看到下面这个图这是古早我拄去的陪读班的教室，你也看伊迄轻钢架拢裸露的直接就是外口拢无装潢因为无钱结果足奇妙的，上帝就原来我咧想我无募款我咧想尔反正那个无时间讲，两天个讲这原来是新加技术真正就咱看顶面迄个，就是即马恁所看，恁若去长滨教会我带恁去看，就是迄阵2015年的时阵，上帝就互阮经费我2014年拄派去的时阵，阮教会总共所存的钱就是16万。
我心内讲啊，这教会是要算啥物啊？吼啊，16万是要创啥会？根本啥物拢袂做进。啊，连迄音响哦，迄麦克风，我讲到一半都无声迄种的吼，反正很奇妙。好来，好过来啊，咱看到其实伫长滨这个所在，啥物都欠，吼，连老师都欠。结果真奇妙吼，咱看上大张的这个图吼，是竟然啊，佮有迄美术老师吼，就带这个囡仔吼，竟然遐尼豪迈，涂骹出在布，啊，就带囡仔安那画图，啊，而且安那哇，毋是讲马街吼，啊无就反正就是讲完故事了，就带囡仔吼来作画吼，这我是感谢上帝。然后咱看到倒边的下面。嘿，对，倒边的下面，这英文班的老师吼，伊逐礼拜为光复吼开车来教阮小朋友的英文吼，而且毋那伊安尼教，这是为光复的吼，而且伊介有来头，伊是古早伊伫台北开嘿美家补习班有无？迄若要去留学拢知影，伊是总裁呢。啊，竟然来阮遮教英语，吼，这是教英文的小班。啊，若教英文的大班是一对爸仔囝，因逐礼拜就为台北，吼，哇，家己坐火车来教阮的小朋友英语，教完搁坐火车转去台北。这就是我要讲的，上帝家己送来的资源，吼啊，而且搁较奇妙的是，我拢甲因开玩笑啦，藏冰箱对毋对？阮是藏冰箱，我讲迄叫做藏在冰箱里面。啊，藏在冰箱里面，还有人来邀请我去做长职训练，吼，用亲密之旅啊，然后哦，搁去到乡公所嘛来上这个课，吼，哇这华人的教会讲哦，来牧师你来教内在医治啊，来带我们做这个成长课程啊、亲密课程啊，来帮我们长职训练。我都在偷笑，我说藏在冰箱里面还有这种事情，这也很奇妙。不是我家己去讲过的哦，是人就来吹吼，这是上帝真奇妙的吼。好，而且这样代志是我感觉真骄傲的代志。伫2020年，咱疫情上严重的时阵，上帝就予阮一批物资啊，然后大家就讲要去迄中永村，就是阮长滨乡上宋乡的一个部落，就是要去分，而且要去传福音吼。结果拄着阮爸爸过身，结果阮的同工就讲，我迄天拜四吼，啊我就撞咧就转去吼，啊我就准备讲拜六爱搁转来要讲堂吼，结果因就讲，牧师你毋免赶要转来含阮去分这个物资，阮家己分就会使啊。而且佮甲我讲啥，反正即马拢咧视讯，你伫高雄视讯就好啊，你毋免走转来，你伫高雄找一个空间。我讲啊，毋过我无舒服，无早咧。伊讲无要紧啊，无早，无要紧啊，一摆尔哦，就这样。我深深，我深深为着这个同工感谢上帝。安尼慢慢啊牧养，你看有这一小群，因就讲牧师阮家己来，吼，我真正足感动的。然后这是搁较趣味的是，因分物资了，我就问讲啊，恁分了，你有啥物感想？啊，就同工甲我讲，牧师，我感觉因中间有过来迄独居老人吼，需要咱去做居家清洁。我讲啊，得是啊，我无人呢，你叫我居家清洁，无是我家己爱落去拼吼。吼，我咧烦恼的时阵，嗰个真奇妙，一通电话，牧师，阮遮有迄马街医学院的学生要来短宣哦，恁遐毋知有讲堂要做无？我讲啊，你有去嫌无？阮要去居家清洁呢，迄独居老人的厝，恁有去嫌无？还是迄学生干那要讲量血压呢？我问我清楚啊，吼，伊讲好啊，来去啊，吼，我来讲，迄届马街医学院的老师跟学生都被这个老人家的居家环境吓到了，震撼教育。一甲迄个阿伯啊，扛起来要去洗身躯，毋若看到伊的面，迄个床垫落落去，各位迄床垫
有通问住。所以你可见我所牧养的所在是啥物款的所在？这是真困难的一个叫做中永村吼。啊，伫这个中永村是唯一长滨乡的部落的内面无教会的所在。我甲阮的兄弟讲，迄就是咱的未得之名。其他的村拢有什么长光教会、永福教会，我讲迄拢免去啊。吼，迄拢有教会，干那这个村，而且这个村。保守到什么程度？因为因拢拜迄保安宫哦，唯一偶像伫，其实伫东部足少看到庙个供的吼，结果伫这个所在。阮去团后因的时阵，阮去载因要来参加阮的长者事工的时阵，竟然当我的面就甲我讲啥啊，阮遮无人咧信这啦，就这样直接拒绝。所以兄弟，这是阮的困境吼啊，阮就无咧惊，阮讲好啊，不要紧。爱到你心软下来，阮的觉悟就是一定爱做安尼吼。所以你看上帝足奇妙。当我咧想讲，我无人啊，人就来啊吼，这是上帝真奇妙啊！而且伫2023年23条，这是2022年，这是22年的时阵，阮透过管建户和阮的中低收入户，阮就开始来做邀请哦。伫这个时阵，阮就有一个真盛大的这个聚餐，然后阮的同工讲啥，牧师，咱袂使请因一摆食饭尔，安尼足无彩的，吼，咱一定爱想办法甲因留落来。这个同工真正足古锥的，我讲真的吗？讲互定哦，吼，袂使讲的全拢放互牧师一个人哦。结果因真奇妙的，因就讲好，安尼咱来开办，咱叫做假霸的迄种长者事工吼，就这样生出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分工合作。真的很奇妙。好，再来更奇妙的是，叫做藏冰箱，藏在冰箱里面。可是竟然我们教会能够有犹太人到我们教会，阮的这犹太人宣教工作。因为犹太人就爱旅行的吼，哇，因个就爱去长滨。不过我感觉真奇妙的是，迄阵啊吼，2023年对，2023年的2月3月吼。哇，就足侪犹太人去的呢，结果尾也毋知，这上帝嘛毋知什么意思吼。我想起来，伊个想有伊特别的心意，这有机会较搁分享。自迄阵去2023年6月以后，就拢无个犹太人，当然因打仗嘛，对毋对吼？就无个来啊。上帝足奇妙，伊就互阮安那，互阮人，吼，阮本来拢甲讲好，你会当来，毋过干那拜5拜6开当来，因为阮查某囝搁一寡少年的，因语文较会使的，因较会当转来。我就惊我讲毋着话吼，所以因会当接待，吼上帝嘛介奇妙，咱有看到这左边上面，吼，除了我，还有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是上帝就把一个在美国纽约退休的一个牧师，就这样子把他搬回来台湾长滨。所以后来有犹太人周间来的时阵，我得当甲拜托，然后帮助我做伙来接待，吼，然后这个牧师即马就是变做我的先生安尼，安尼有奇妙无？真的就很奇妙，藏在冰箱里，上帝还把你带一个人来，真的就很奇妙哈。好，然后更奇妙的是，伫这10年内面。上帝奇妙的作为，咱所看到左边这个家庭，因即马已经伫宜兰咧牧会，咧牧养教会。然后顶面这对，因即马伫香港，嘛是伫偏乡伫常州，因咧做服侍工作。下面这位，嘛诚做新学生，即马登去台北咧陪妈妈。这是我感觉真奇妙的代志，就是。遐尼少人竟然会当生一堆团队出来吼，这是我无法度想象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甲兄弟分享的就是，咱真正拄着困境，莫管环境偌困难，就是屈落来就是祈祷，屈落来就是主啊，你爱我做啥物？你甲我带来遮，你爱我做啥物？所以咱即马看到，这就是阮长滨教会我用
粉红色的圈圈、红色的圈圈圈起来的所在，就是阮要改建教会的所在。恁讲恁教会毋是已经有啊，有礼拜堂的所在啊？吼，本来这个我所空起来这个所在，伊是叫做头前一半是做办公室，吼后壁一半就是14平，吼就是我住的所在，吼这已经吼咱拢知影台南的窦国昌建筑师嘛。伊伫2015年，伊去阮遐，伊就讲你这围楼上好较早拆的电器哦。阮有望要电器，是因为阮占着人的土地，要去用拆的时阵，阮较开始认真。而且阮的长老就讲，无需要，咱若真正要电器的时阵应该是这个所在电器做礼拜堂，然后旧的所在较做改做教育教室，还是恁要住的所在。这是阮长老的看法啦我就想要讲你有这个看法咱教会人较少搁爱开3000万，而且我的认知就是愈拖愈久，伊就毋拿3000万，就一直起哩所以这是真正需要大家来帮衬的所在感谢上帝，有人听到安尼的时阵就开始鼓励我爱做一寡介绍特别我要呼吁咱大家是，咱在座若有迄种退休人士我望你会当规划你的假期，像讲1个月嘛好，还是反正2个礼拜啊，或者是或者是几个月，做什么用呢？其实偏向做需要陪伴，老人也好，囡仔也好，拢真正需要陪伴。足侪囡仔，我感觉是。我遐尼久无接触到囡仔，还是安那，我会感觉奇怪。阮长滨乡的囡仔，哪会遐尼济，拢去互医生讲，伊叫做过动儿，拢爱食药啊。我讲其实毋是啊，我感觉迄是陪伴的问题，因为因拢是隔代教养拢阿公阿嬷，然后阿公阿嬷拢毋捌字，嘛毋知要安怎甲因管教。穿无袂少，食袂饱，这有机会较甲大家讲，你会当，我邀请咱会当规划一个假期，就是来长滨给神用然后有人听到这是阮的等下我嘛有，你若爱这个卡片嘛有你讲我今日无方便，你会当关注阮教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有一寡义卖品嘛是听主的人讲好来，安尼我就安那，我就你成本的一半，我就奉献做这个建堂所以嘛有厂商像等下咱会当看到迄什么玻尿酸的什么保湿化妆水迄种哇，他的这个厂商就很好心就这样子来赞助我们教会还有一些手工艺品酒瓶灯迄拢是听主的人因奉献望咱伫各种的方式来参与伫长滨教会的这个重建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你透过你希望来帮助阮，拄着困境要安怎来突破？拄着困境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愿你帮助阮，毋那是伫教会的这个起造内面，互阮嘛伫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拢会当来体会上帝你奇妙的作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有这啥？这有这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对。所以咱有摕到周报周报内底咱有摕到这个中滨长老教会伊的奉献的地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教会的需要。实在讲我若去共募款的时阵我若去共募款的时阵，我拢无像阮林牧师遮尔婉转我拢去教会时，我拢直接甲因讲，廖牧师今日来就是要甲恁讨钱的，安尼听无？直接讲的，直接讲。上帝互咱伫关心正人众教会的恩典内底3/5份，
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甲疼痛。我真感谢上帝的一个恩典，就是今仔咱8月份吼，8月份12、13、14、15嘛，12甲15个款，要去这个西仔乡，吼，这个中间遐讲做西子乡啦，吼，讲袂当讲做西仔乡呢。好，无论安怎样啊，咱要三个做伙去迄个所在底选。咱原本是望会当有10个人去，结果咱教会呢，一个去就去16个人，了后佫有人其他的教会听到咱教会好名声，讲牧师啊，阮敢会当跨教会安尼，甲恁对恁做伙来，所以咱一行即届拢共有18名，所以咱真感谢主的恩典。那阮林牧师吼，单拄好甲咱分享一个代志，讲无咱后届吼，安那组一个底宣队吼，来去囥伫冰箱内底嘿，来迄个所在，你看咱去的时阵啊。人牧师讲啥？牧师讲毋是敢若少年的当倒底宣呐，咱上清组一团来含囡仔耍，安尼就好。你讲安尼好毋好？好哦，恁讲好的哦，恁讲好的哦。有讲好的人就爱呀，有讲好的人就爱呀。对对，咱安乐即个时阵咱安乐信教会7月中旬的时阵，去即个啥？金福山即个天主教营区啦，办了后的时阵有人倒来就甲我讲牧师，咱拢甲咱办儿童夏令营，牧师，咱应该来办一个咱教会啥长青夏令营，你讲好毋好？好，拢讲好来好，莫爱像万年牧师讲，你毋通讲好，到尾拢叫牧师家己做啊，牧师家己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是要安怎咧？所以甲各位。无人，各无款。咱的活命内底一定会当伫上帝的祝福内面，互黄金的岁月，就是咱到年长头毛喙像白的时阵，咱会通发挥伊上界水、上界好的阳光。这是咱真正会当做的。所以诚心甲各位邀请，期待咱也为这代志祈祷。因为8月份的时阵已经要去这个西子乡、西仔乡，总是无论安怎样，无定咱过来8月上落尾一礼拜，过来增加一个梯次，看卖增加起来无？上清来含遐囡仔做伙佚佗，好来祈祷啊！为这代志祈祷，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你亲自引带阮。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关心众教会的这个福分内底3角有份，就是你亲自透过阮成做祝福的人。安乐信教会对上帝领受恩典、疼痛、丰盛的福气。主，你互阮会当安尼讲，伊要定做一个疼的教会，领受上帝的疼，分享上帝的疼。阮也要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为着中滨教会祈祷，为着安乐信教会祈祷。主，阮也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不但是将着救恩、疼痛分享伫世间的身上，也会当分享伫所有中青、阮遮的年长者、阮的时代，互阮会通过这个黄金的岁月，祝福阮的长者。也祝福阮的世囝，互安乐信教会对上帝所领受的疼的教会、祈祷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这款的恩典丰丰富富显明伫安乐信教会当中。这时，阮也要用着敬虔甲感恩伫主你的面前，为着中滨教会的建堂需要，阮三个做伙有份伫这个福气内面。所以，互阮无张度，乃是会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也的确知影为主所做的，主你拢要纪念，并要照你的时阵成就一切丰盛。互阮的日子充满上帝的平安甲祝福。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时就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用敬虔甲感恩的心，咱来有比
咱对着中滨长老教会的关心甲祝福，咱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同心来陪伴，心来奉献。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出听唐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创出奇妙创造，千新日头甲大汉。伊看所在是好，万物敬你的歌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学乐，我心心合听，万物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的伟大，乐尊心，为属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手中所做一切的美好，佮愿耶和华上帝以话语深深刻铭伫你的心内，互你伫造物任何的环境内底，就是伫极困难的日子，犹原因为困难来启动异象，伫异象当中借着祈祷，经历上帝引带以及伊一切的丰富。愿上帝亲自纪念你手中所奉献的一切，照着你心中的纯正，赐恩伫你，报答伫你，甲你的全家。佮愿耶和华上帝圣神亲自徛起伫你的心，互你体贴上帝的心意，就亲像伊的奴仆所讲的：你听主有偌济，你祈祷的深度就有偌济。你所做的工，就有偌大的跨度。愿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主，平安喜乐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等一个时阵，咱伫外口有这个预备品，还佫有这个咱教会的这个祭福会分发甲祭定，请教会。